係，hello，大家好。咁啊，又到咗今個月咧，我哋嘅網上債券投資講座啦。咁啊，今個月嘅 topic 係會同大家去回顧翻2016年啦個債券市場嘅表現嘅。咁嗱，其實咧即係都睇翻上次嗰個嘅網上投資講座，其實都同大家都有講過㗎啦。因為上次好急不及待，一有數據咧都已經同大家 update 咗咧。2016年我哋平台上面債券嘅表現嘅。咁所以咧喺後半 part 嘅部分咧，可能會有少少重疊咗啦。咁但係當然都會有其他嘅一啲比較新嘅債券市場嘅消息，都會同大家 update 翻啦。咁我自我介紹先啦，咁我 FSM 嘅債券投資經理啦，咁我叫 Abdon。咁啊事不宜遲啦，咁啊會同大家咧去即係講一講近排大家見到嘅一啲債券市場上面嘅消息，咁同埋咧都講翻我哋嘅睇法嘅，係啦。咁咧呢一個圖表咧，我諗大家如果有追蹤開我哋嘅無論一啲即係投資講座啦，或者網上嘅投資講座啦，都已經見過呢一幅圖噶啦。咁啊哇上面好多數字喎，好亂咁樣喎，同埋比平時有啲複雜。咁係究竟係啲咩嚟咧？咁啊簡單介紹下啦。咁啊呢一個咧係喺 Bloomberg 上面嘅攞出嚟嘅一個利率期貨數據嘅資料啦。咁我哋會見到咧嗰個加息預期啊，即係我呢個數據係截至今日為止嘅。咁嗰個利率期貨顯示個加息預期咧係稍為下降嘅。咁點解咁樣講咧？點解會有呢一個嘅結論咧？咁嗱，大家可以睇翻啦，圖表上面咧就係講緊由今年咧17年3月去到12月啦，即係講緊啱啱2月就即係進行咗一次議息會議啦。咁啊呢一個係剩翻落嚟嘅議息會議嘅日期，咁啊全部列晒出嚟㗎啦。咁你會見到咧，嗱，譬如睇翻第二行加息機會嗰度啦，咁會有兩個，即係每一個日期都有兩個嘅 percentage 嘅。咁啊，一個咧就係上面嗰個咧就係冇括弧，下面嗰個有括弧嘅。括弧嘅意思就係咧，上一次啊，再同大家去講翻個債券投資講座，即係講緊係1月9號嘅時候咧嗰個數據。咁你會見到啦，無論3月好、5月好、6月好，去到12月咧，每一個月份，嗰個上面個數字都係低過咧下面個數字，即係講緊咧，譬如3月啦，如果喺上個月嘅9號去睇嗰個數字咧，咁其實市場人士認為咧，有大概3成半嘅機會咧係講緊喺3月15號會加息嘅，即係其實都唔低嘅喎，即係講緊1/3機會係會加息，但係而家咧係跌到落去1/4啦，都唔夠，即係24%係會話即係認為下個月15號係會加息，咁而再睇遠少少啦，去到12月份啦，咁其實數字唔係相差好遠啊，即係講緊上個月睇翻呢一個數字咧，講緊年底一定係會加息咧，就去到94%啦，接近。咁今日睇翻咧就下跌咗少少，係91%到，係啦，下跌咗3%。咁而減息嚟講咧就冇㗎啦，即係講緊無論上個月睇又好，今個月睇都好啦。都係冇減息嘅機會㗎啦，即係當然呢一個係利率期貨嘅顯示啦，唔代表聯儲局嘅決定啦。咁啊當然其實聯儲局去做一個加息嘅決定或者減息都好啦，都會睇翻市場人士嗰個嘅睇法嘅，即係譬如市場人士大多數都覺得係唔會加息嘅，咁佢都好難好突然咁樣係會話去進行一個加息嘅決定嘅。咁嗱，睇翻咧，譬如3月份嚟講咧，咁上個月如果話個息口維持不變咧，其實有65%嘅，即係你會見到係維持0.5到0.75啦。因為其實聯儲局喺啱啱16年12月加過一次息咧，加咗0.25啦，其實就去到0.5至0.75嘅區間嘅。咁上個月睇咧有65%咧，覺得係個利率佢會維持。今個月睇翻咧，其實已經係上升到76%啦，即係幾乎接近80%嘅人士都覺得3月係唔會加息㗎啦。咁嗱其他中間嘅數字就唔特別睇啦。你見到其實多數都係講緊，如果維持0.5至0.75唔加息咧，全部都係增加咗㗎啦。即係你無論3月到12月咧，其實數字都增加咗。咁反而值得睇咧，就係講緊到年底嘅時候，個息口走勢會係去到點咧？嗱，如果睇翻咧上個月嚟講咧，最多人認為即係或者個市場共識咧，就係會加息去到1至1.25嘅。咁你睇翻啦，而家係0.5至0.75啊嘛，即係講緊市場人士覺得
最大機會係加2次息嘅。咁今個月個狀況點咧？其實冇變嘅，都係市場認為咧都係會加2次嘅息，咁每一次都係25個點子，即係0.25%。咁但係有少少改變就係咧，其實上個月睇咧，覺得係會加多一次，即係去到1.25至1.5%咧，係講緊有接近25%。咁而家係降低到大概21%。咁反而調轉啦，係覺得會加1次息咧，即係加到去0.75至到1%咧，咁就人數嚟講係多咗嘅。即係反而啲人覺得，好似加3次息嘅機會都未必咁大喎，反而偏向咧覺得聯儲局係會喺今年之內咧加1次至2次息，而每一次咧係0.25嘅，係啦。咁啊呢一個就係即係最新嘅利率期貨嘅數據啦，即係俾大家知道翻啦。因為嗱，我個人嚟講咧，其實就覺得個美國嘅息口走勢咧，其實對我哋平台上面嘅債券咧個影響就未必係好大嘅。咁其實如果大家有去到我哋啱啱喺1月份喺酒店舉行嘅一個投資良機何處尋嘅研討會啦，上面我都有提過啦。咁我哋覺得唔影響就係冇影響㗎啦，唔係嘅。咁其實我哋有實際過往嘅一啲數字去支持我哋嘅睇法。咁但係始終投資者都會覺得投資債券冇理由同息口冇關嘅。咁我同意嘅。息口對個債券個投資價值咧唔多唔少，或者個價格係有啲影響。咁但係影響嚟講咧，真係唔會十分之大，因為都係一路我哋講法就係我哋會覺得就算美國加息都好啦，佢嘅步伐咧都係緩慢嘅，而且每次個加幅嘅幅度咧，即係加息個幅度咧都係比較上細。即係你見佢過往叫做展開咗一個加息週期，喺15年12月加咗第一次0.25。再喺上年嘅年底加0.25，即係講緊一年咧係加0.25嘅啫。咁對一啲債券投資者嚟講咧，其實就算加咗息，都冇乜好大分別嘅，因為佢唔會話因為加咗0.25點子喎，我做個銀行定期好過啦，唔好買落去債券度啦。咁其實暫時未見到咁嘅狀況嘅。咁但係調轉嚟講，你話如果個通脹係突然間飆高得好勁嘅，咁或者各方面譬如就業數據啊，或者經濟數據都好利好嘅，咁嘅時候個聯儲局就可能係會加息速度會加快，咁但係暫時未見到呢個狀況。咁都同大家 update 翻咧，咁其實上個月應該係上個星期啊，係啦，咁2月1號咧，咁聯儲局就召開咗2017年2017年嘅第一次議息會議啦。咁我諗大家都知道㗎啦，咁個結果就冇加息啦，當然係個利率維持不變啦。咁而喺個議息聲明入邊咧，亦都重申咗美國佢哋對美國經濟前景嘅睇法嘅。咁第一點就係咧，佢哋會覺得就業增長係保持穩定嘅。咁第二點就係個家庭支出咧繼續係適度咁樣增長。咁第三點咧就係消費者同埋企業嘅信心指標咧，近期亦都已經改善㗎啦。咁你見到佢嗰個會後聲明咧，其實都好正面嘅，即係對個經濟前景好正面。咁但係正面都好啦，其實佢都未有足夠嘅數據去支持佢再喺2月份係進行多一次加息嘅。咁佢亦都係重申咗，即係聯儲局重申咗個通脹率近期上升咧。都係已經上升咗，但係上升嘅原因就唔係因為能源或者個進口價格下跌而導致嗰個低基數效應所引起嘅。咁聯儲局亦都係即係有提到啦，佢暫時係對特朗普政府可能潛在推出嘅任何財政刺激措施咧係作出評論嘅，即係佢就未對特朗普嘅政策咧有任何嘅評論，即係佢做嘅加息決定或者佢個議息聲明咧，就暫時冇對特朗普嗰個嘅政策咧係擺落去考慮入邊嘅。咁我哋睇法係點咧？其實我哋會認為咧，聯儲局係會繼續去維持佢嗰個緊縮政策嘅立場嘅。咁特別係如果通脹個壓力增加嘅話咧，我哋預期個加息嘅速度都係會加快。咁但係都正如市場人士所認為啦。今年內咧都未必會話真係加好多次息嘅，咁我預期都係加大概2至3次息，就係一個上限㗎啦。嗱，咁睇翻咧，即係息就加咗啦，咁好多人都會擔心話加咗息喎，咁個債券價格一定係會有受影響又下跌啦。咁
咁但係有好有趣嘅一個狀況就係我哋睇翻咧，截至2017年2月2號嘅一個星期之內咧，咁所有債券板塊係廣泛咁樣出現個收益率下跌嘅現象嘅。咁咩意思咧？收益率下跌嘅意思即係講個價格上升咯，因為個價升嗰個收益率咧就會下跌嘅。咁如果講全球嚟講啦，即係叫做大環境啲咁睇啦，全球債券個收益率咧係下跌2個基點嘅，去到1.99%。咁而新加坡政府債券啦，即係講緊一啲比較上叫做安全啲類別嘅債券咧，咁啊新加坡政府債券係表現最好嘅，咁啊收益率係下跌咗11個基點，而美國嘅投資級別企業債券咧就跌咗6個基點嘅，即係講緊個收益率而唔係講緊價格。咁即係啱啱講過啦，收益率下跌即係代表佢價格上升啦。咁另外亞洲債券個收益率咧亦都係下跌咗4個基點。咁而G7啊7大工業國嘅主權債券收益率咧就輕微下跌咗1個基點嘅。咁而一啲比較上叫做個風險比較高、收益比較高嘅債券類別嚟講咧，以硬貨幣去計價嘅新興市場債券咧，收益率咧亦都係下跌咗11個基點嘅。咁而家截至2月2號嚟講咧，嗰個 yield to maturity 啦，即係嗰個收益率咧就係5.69%。咁而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即係就算你冇買債券都好啦，我諗都可能有接觸開債券基金嘅。咁而銀行都好中意去即係推介俾客戶嘅一啲我哋叫 US 嘅 high yield bond fund 啦。咁即係入邊都係買緊啲美國高收益債券啦。咁其實都係有個收益率都係下跌咗嘅，下跌咗2個基點。咁啊收益率咧就係係6.18%嘅。咁啊呢度幅圖俾大家睇翻咧。咁啊講緊一啲比較上安全嘅債券類別嘅到期收益率咧，其實叫做高啲嘅回報啦，即係一啲新興市場債券咧，咁其實就無論企業債券又好，或者新興市場嘅政府發嘅債啦，即係譬如好似一啲斯里蘭卡啊，或者尼日利亞一啲非洲國家發行，或者印尼啊等等新興市場發行嘅債券咧，咁講緊個收益率咧就平均大概5% 咁上下嘅。係啦，即係都叫做都吸引嘅，咁但係當然個回報就冇一啲叫 high yield 嘅債券咁高啦。咁一啲企業亞洲嘅企業債券或者普通嘅亞洲債券咧，咁呢一度就唔係講緊 high yield 㗎啦，即係講緊一啲普通亞洲可能係一啲投資級別嘅債券咧，或者亞洲嘅政府債券咧，咁就大概維持3.8幾至到4% 咁上下嘅。係啦，咁而最低回報嘅，即係講緊7大工業國啦，即係講緊可能德國啦等等嘅國家嘅國債咧，就係維持大概0.幾到1% 嘅水平嘅。咁你會見到咧，有2條嘅巴嘅，咁一條就係淺藍色，一條深藍色。淺藍色嗰條咧就係講緊2月2號嘅，咁而深藍色咧就係講緊1月26號。所以你會見到咧，平均咧每一條嘅淺藍色咧都係短過深藍色，即係講緊嗰個收益率咧，平均嚟講都係有下跌嘅。咁就係除咗咧7大工業國，咁7大工業國睇翻1月26號同埋2月2號做個比較咧，咁個收益率係有一個上升嘅情況發生嘅。咁睇翻一啲風險較高嘅債券類別啦，咁譬如亞洲高收益債券咧，咁即係 BB 級嘅，我哋用 BB 級嘅債券去做個比較啦。咁因為我哋如果用標準普爾嘅評級去計啦，如果3個 B 減以下，即係講緊 BB 加或以下咧，其實都係叫做高收益或者叫做非投資級別嘅啦。咁個收益率咧就大概係5% 咁上下。咁而歐洲嘅 high yield 咧就冇4% 㗎啦，得3點幾。咁最吸引咧就係美國嘅高收益債券。咁而家嗰個 yield 咧都係有到差唔多6點幾個 percent 嘅，咁就係叫做咁多類別嚟講最高收益嘅一個類別。咁所以大家都會觀察到㗎啦，即係我哋平台上面如果大家一路有睇開啦，即係我諗好多客戶都有嘅，即係就算有冇買都好啦，都可能有時都上我哋網站用下我哋嘅債券篩選器去睇下一啲債券嘅回報啊，或者佢個 yield 吸唔吸引。好多投資者都反映㗎啦，而家啲債券個回報冇咁高咯喎，即係之前可能睇落去平均都有可能7%、8%，而家可能普遍都係5% 6%。
其實係正常嘅，因為普遍嚟講平均價格咧都係會有個增長，咁所以個 yield 就相對嚟講就冇以前咁吸引㗎啦。咁我哋會點樣睇美國加息對債券價格影響呢一個嘅情況咧？其實咧，我哋反而會覺得咧，其實美國加息係反映住個環球經濟好轉啦。其實呢一個唔係今日講㗎啦，即係我哋2、3年前做一啲 seminar 嘅時候都有講過呢一個嘅睇法嘅。係啦，我哋會覺得美國加息即係代表環球經濟好轉啦。咁啲公司嘅賺錢能力亦都強咗啦，違約風險亦都低咗啦。咁所以咧，理論上投資債券嘅風險溢價咧係會下跌嘅，而令到個收益率咧亦都係會相對下跌。咁收益率下跌啦，即係代表個債價上升咯。咁嗱，呢一個就唔係我哋自己講嘅啫，咁我哋會有實證，即係一啲實質嘅數字去支持嘅。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咧，我哋簡單嚟分3個類別啦。咁呢一啲全部都係我哋平台上面有嘅債券嚟嘅。咁講緊係喺15年12月31號嗰一日咧，同埋16年12月30號呢一日咧，都係存在緊嘅。咁我印象中有有大概200隻咁上下嘅債券喺我哋平台上面係一來喺呢一年入邊都係存在啦。因為有一啲債券佢可能15年12月喺度，但係可能中間就已經係即係贖回咗啦。又或者可能有啲係介乎15年12月到16年12月中間發行嘅，嗰啲我哋都唔擺落去計算嘅。咁啊，我哋分咗3個類別，一個就投資級別，即係啱啱講過3個 B 減或以上嘅。咁另外啦，BB 加或以下嗰啲咧，我哋就擺落叫做非投資級別。咁另外咧，有啲係未評級嘅，即係講緊冇攞到標準普爾啊或者穆迪啊等等嘅評級，我哋就叫做一啲 non-rate 嘅 bond 啦。咁就分呢3類。咁你會見到咧，下跌即係嗰個基點啊，個到期淨買入收益率啦，跌得最多就係非投資級別嘅，係啦，咁就跌咗180個基點，由喺2015年12月31號平均7.35%，呢一個係講緊 net yield 啦，即係講緊個淨買入收益率就係扣除，即係計算上扣除晒我哋平台上所有嘅費用啦，就7.35%。咁去到啱啱舊年嘅年底咧，就跌到得5.5%嘅啫，平均嚟講。咁所以咧，跌幅係最大嘅。咁原因都係啦，因為始終如果成個環球經濟好轉咧，其實對一啲公司嘅債券嚟講咧係會有個支持嘅，係啦。咁另外就係投資級別債券咧，都有少少嘅跌幅嘅，嗰個 yield 上面係啦，由3.4啦平均去跌到落3.07啦。咁即係其實價格都有增長嘅。咁而到嗰個未評級債券啦，即係 long rate 嗰啲咧，就由4.47咧就跌咗106個基點，去到3.68%。即係你見到3個類別咧，無論 high yield 好，或者 investment grade 好，或者冇評級都好啦，全部都係收益率都係下降咗，即係代表全部平均嗰個嘅價格都係有個增長嘅。咁所以啦，都再重申啦，我哋就唔會見得到。因為其實講緊15年12月都加咗次息啦，16年12月又加咗次息啦，咁我哋真係見唔到咧，加息嚟講對我哋平台上面嘅債券影響個狀況係去到好嚴重、好嚴重嘅，反而咧個價格係會有增長添。咁但係咧，即係雖然我哋都係呢一刻都係會睇好翻，即係債券嘅投資啦，都唔會覺得好受個利率影響啦。咁但係我哋都會見得到咧，個利率係存在進一步上升嘅風險嘅，咁所以我哋都係會建議投資者咧，去即係避開翻一啲容易受到利率上升而影響嘅長年期高評級債券。咁即係尤其是可能一啲叫永續債啦，即係你永續債個年期一定係最長㗎啦，因為冇到期啦嘛。咁或者可能有啲10年8年期嘅嗰啲債券咧，都係比較上叫長，即係長年期啦，喺我哋平台上面嚟講。咁或者一啲高評級啦，即係講緊啲政府債券啦，或者有即係有 A 啊以上評級嗰啲咧，咁我哋都會覺得嗰類嘅債券咧比較上受個利率影響係會大啲。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咧一啲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啦，即係短年期講緊係可能譬如3年內啦到期嘅債券，一啲 high yield 嘅，即係非投資級別嘅，咁都可以留意翻。咁如果大家都唔想剔個匯率風險嘅話咧，就可以考慮翻一啲美金或者港元嘅債券啦。咁但係我諗大家都係留意翻美金債為主啦，因為始終港元債嚟講咧，嗰個交投量都比較少嘅。咁好多
早前嘅投資移民客戶，佢哋要攞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投資落一啲港元債券，佢就要擺7年。咁其實佢就好少有一個動機咧，話我張債我可能賺咗又好，點都好，中途賣咗佢咧，咁就好少嘅。所以通常一擺咧就擺好多年㗎啦。咁所以個交投量比較上低啲。反而美金債嚟講咧，嗰個交投量咧就會比較上正常，即係可以正常咁樣去做一個交易嘅。咁啱啱同大家講完近排嘅一啲債券個市場發展啦，同埋利率嘅走勢啦，咁就會同大家去回顧翻我哋16年個債券表現嘅。咁嗱，大家如果有參與我之前一啲網上講座或者一啲嘅我哋之前嗰個酒店上面嗰個大型講座咧，都見過呢個圖表㗎啦。咁啊，但係如果投資者冇睇過咧，咁其實呢一個都幾有一個特別之處嘅，因為呢一個就純粹真係我哋平台上面嘅債券，咁就獨家嘅，即係咁大家就算你話睇新聞都唔會見到呢啲資料㗎啦。咁呢一個講緊咧就係我哋平台上面咧喺2016年，即係15年12月31號到16年嘅12月30號一整年入邊咧，10大最佳表現嘅債券。咁呢一個淨係計個債價嘅啫，即係我哋攞個投資者買入價計算，攞個債價做個比較。咁講緊咧做得最好咧就係來寶集團，一年就升咗29.5%。金英商貿咧就升咗13.24%，係一間即係內地嘅房地產商啦。渣打銀行嘅英鎊債就升咗11%。咁啊，如此類推。咁啊，大家會見到啦，好多人都覺得，買債券好悶喎，即係我閒閒地買隻股票都一日升10幾%啦。即係如果買得中的話，咁當然就未必啦，係咪？咁調轉亦都可能一日就蝕10幾%，亦都唔出奇。咁但係好多人嘅錯覺就係話，買債券係好悶嘅一個投資產品，其實未必嘅。當然啦，真係冇咁刺激嘅，對比買股票或者買其他嘅投資產品。咁但係咧，如果你叫做真係買得中嘅話咧，嗰個嘅回報咧都可以相當唔錯嘅。咁你見到買隻來寶，當然你未必真係咁啱喺15年12月31號嗰日買，而16年1年之後放咗啦。咁但係即係俾個例子，大家就係其實買債券，你擺1年，淨係債價都有30%嘅增長，或者唔好講呢個咁特別嘅例子，淨係講譬如可能其他嘅都有平均咧6至10幾個%嘅增長嘅。咁呢一個其實表現咧，亦都係符合我哋之前過往嗰2-3年所講㗎啦。就算美國加息都好啦，我哋都係比較上睇好高收益企業嘅類別嘅。咁所以你見到咧10大最佳表現咧，其實入邊有8隻都係一啲叫 high yield corporate 嘅 bond，即係高收益企業債券。咁另外渣打就係企業債券啦，因為佢都叫做相對嚟講個安全性比較高啦。咁同埋咧就一個印尼嘅主權債券係啦，咁嗰個債價升幅都唔錯嘅。咁啊，講完升就梗係講跌啦。咁10大最差表現係咩嘅債券咧？咁就係譬如第一名有港鐵公司啦，就1年就跌咗4點幾個%啦。咁中國航空工業就跌咗3點幾啦，雅居樂就跌咗3點幾，如此類推啦。咁啊，10大入邊跌得最少咧就係東亞銀行啦，就都跌咗2點幾個%。咁個情況就好相反啦。你會見到咧呢10隻入邊咧高收益咧反而就得一隻啫。咁另外嗰啲咧就全部都係企業債券，即係講緊一啲咧個評級上比較高嘅一啲投資級別債券，或者一啲叫做準主權啦，即係一啲 sovereign debt 啦嘅債券嚟嘅。咁我一路都咁講㗎，因為始終你企業債券個收益率比較上低，咁真係會比較上受加息個情況影響嘅。咁而呢一度亦都係好明顯見到啦。咁啱啱講過啦。無論佢啱啱講嘅10大最好表現、最差表現都好啦，淨係講個債價表現啫。但大家都知㗎啦，你買債券你唔係淨係個賺個價㗎嘛，其實最主要你係為咗賺個息㗎嘛。咁所以我哋呢一度咧就擺埋嗰個嘅票面息率落去計算啦。咁啱啱來寶，如果大家有印象嘅，一年就升咗29點幾%啦，加埋佢一年你擺足一年，你會收到6.75% 嘅 coupon 嘅。咁就一年嘅總回報咧就係36.25%，咁呢一個係總回報。咁第二名就華南城啦，因為嗰個嘅雖然佢價格增長唔係話好多，但係佢嗰個票面息就比較高，有8點幾%，所以加埋咧有差唔多接近2成嘅回報嘅。咁之後就係金英商貿啦，就花樣年都係內房嚟講啦，係啦，咁就
其實你見到咧，大部分都係內房嚟㗎啦。咁因為始終內房嚟講，佢嗰個嘅派息嚟講都比較上高，咁而且嗰個嘅波動性啊都會比較大少少嘅，咁所以嗰個潛在回報咧都會相對高啲。咁啊，呢一個咧就比較上特別有趣，想同大家去highlight 下啦，就係十大最差。咁點解最差都想同大家 highlight 下咧？就係因為啱啱提過啦，買債券咧唔係為咗賺價或者唔係為咗睇個價格嘅，係主要嚟講咧都係為咗收息。咁所以如果加埋你買完嗰張債券收埋中間個票面息嚟講咧，一年總回報計算咧，你見到最差嗰隻港鐵公司咧，其實都有0.36% 嘅回報嘅。啱啱如果大家有印象啦，即係都俾大家睇翻啦，佢一年係跌咗4.59啊嘛，咁但係佢收息翻嚟係收到4.95%啊嘛，所以你一年嘅總回報就係0.36啦。咁當然啦，即係都要同大家去重新翻啦，或者去講翻清楚，就係呢一個總回報咧係咪冇計算到咧任何嗰個嘅手續費嘅，或者任何相關嘅費用嘅。咁即係我哋平台上面都會有個processing fee 啦，同埋會有個 platform fee 啦。呢一度咧係冇計算落去嘅，咁淨係計佢個價格同埋佢個票面息率去做一個計算嘅啫。咁做得十大嚟講最差，做得比較上好咧，就係譬如恒基啊、會德豐啊，都升到2.幾個 percent。咁簡單嚟講啦，即係你喺我哋平台上面叫做求其選一隻啦，咁其實都會有一個正回報嘅。當然都同大家講翻清楚，就係中間咧有個別雖然個數量好少嘅，即係可能間唔中係一年有一兩隻咁上下啦，就係會中途佢個表現做得唔好，或者佢有啲好特別嘅情況，譬如佢個財政真係出現好大困難咧，其實我哋嗰啲債券咧係會將佢落架嘅，就唔會再俾人買。咁呢一度亦都唔會出現到喺度，係啦。咁呢一度出現到咧，都係一啲正常都仲喺度有交投嘅一啲債券，咁就會擺喺呢個 list 度啦。咁我哋咧都做咗一個嘅總結啦，咁就係睇翻唔同類別債券一年個平均總回報。如果講一啲尋求高收益嘅債券咧，我哋有70張嘅，係啦，總共166張。70張入邊咧係一啲 high yield，平均個債價變動咧就係2.44，即係平均嚟講咧升咗2.44嘅。而呢70張債券入邊個平均票面息率咧就係7.48%，總回報咧就係9.92。即係如果你買晒我哋平台上所有嘅高收益債券咧，你一年嘅總回報咧就係9.92% 啦。呢一度當然亦都係未計算嗰個嘅處理指示費用嗰啲嘢啦。咁你話如果我係比較上一個穩陣啲嘅投資者，揀一啲咧係可以有一個穩定收入嘅，係一啲叫做投資級別嘅債券，平均債價變動咧跌咗嘅，係跌咗0.07%，因為咧呢一個類別咧都會受個市場利率影響啦，少少啦，咁啊跌咗輕微跌咗0.07啦。咁但係因為你擺足一年咧，都係會收到個票面息嘅，就4.7%。所以個總回報咧就係有4.63，咁而最安全啦，一啲長期存戶啦，即係講緊譬如好似中國政府債券呢一啲咧，一年咧就跌咗1.85嘅，係啦，呢一個類別咧就最受嗰個嘅加息影響㗎啦，所以就無可避免個價格都係會有下跌，咁但係都係會收到一個票面息啦，所以個總回報咧都有2.18%。咁如果攞晒3個類別做一個總計咧，平均債價變動咧就0.92，嗰個嘅票面息率咧就升咗5.85%嘅，咁而平均總回報咧就6.77，係啦，即係成個平台入邊166張債券，平均總回報就6.77% 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個回報一年唔算話好多，咁當然未去到10幾%咁誇張啦，咁但係其實都叫做唔錯嘅，一年有穩穩定定有6點幾%嘅回報。咁所以你會見到啦，3個類別都好啦。或者就算乎所有債券去計都好啦，你會見到咧，其實個票面息率個回報啊，係會佔咗個總回報咧接近80%以上嘅。好似全部嘅債券嚟計算啦，總回報6點幾，票面息率其實佔咗5點幾嘅，即係貢獻咗5點幾嘅。咁而得0.92咧係個債價上面一個貢獻嘅啫。咁所以啦，總結嚟講咧，我哋2017年嘅買債重點咧就係
定息收入為主，資本增值為輔。咁大家就唔好再用即係之前個心態就係、我買張債券我要賺個價賺好多嘅，我一定要 discount bond，即係講緊要係90幾蚊、80幾蚊我買落去，希望升翻上100蚊我放就賺埋中間嘅價啦。我諗呢個就比較上難㗎啦，因為你喺我哋平台上面，你揾張 discount bond 咧唔係咁易嘅，而你揾得到咧張債券亦都未必係好優質嘅債券，或者唔因為大家都諗到啦，佢個價仲係咁低，即係普遍債券價格升咗嘅時候，佢都仲係咁低咧，一定有特別嘅原因嘅，一定係有一啲係可能佢間公司會有一個狀況係唔利好啦，或者違約風險好高啦，先至會再喺呢一個狀況之下存在一個叫做 deep discount 咧，一個即係大嘅字樣嘅。咁如果唔係咧，其實正正常常都去到起碼，就算你唔係話去到100幾蚊都好啦，都起碼去到99啊、98咁嘅水平㗎啦。咁所以咧賺價嚟講咧個機會係細咗嘅，係難度都高咗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重點留意翻咧收息為主啦。咁即係我都成日同啲投資者講就係個價當然啦，你係人都想買越低越好㗎啦。咁但係你如果見到個 yield 或者我哋平台上 show 嘅 net yield，你見到係吸引嘅、滿意嘅，譬如你買張債券見到3年期有假設話6厘，咁我計一計數，我每年6厘覺得都滿意嘅，而間公司我亦都係安心嘅，咁其實就可以考慮咯。咁你話希望買一啲好平嘅債券，希望等個價升翻嘅，其實真係比較上難㗎啦。係啦，咁最後咧都俾少少獨家嘅資料大家望下啦。咁呢一個咧係我哋幫實 FSM 入邊咧2016年最高成交量嘅債券，係啦。即係先至聲明，呢一度係講緊最多人買嘅啫，就唔代表一定最好嘅，係啦。因為大多數投資者即係都見到個狀況，其實你唔一定話多人買就一定好嘅產品嚟㗎嘛。咁就大家真係投資落去嘅時候都要衡量翻個風險。咁如果講最多人投資落去嘅話咧，16年入邊咧就係新昌嘅債券，19年同18年嘅就分別排名第一同第二。咁其實買落去嘅原因都好簡單，即係真係純粹為高息嘅啫。咁同埋新昌我諗大家都比較上，即係如果大家香港人都比較上熟悉㗎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大家住緊嗰個物業，可能樓下個管理處都係新昌管理做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大家可能會相對比較熟悉，或者可能你行出街見到對面嗰個地盤又係新昌營造去做一個嘅建設嘅，咁亦都可能會比較上熟悉。咁所以就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個交投量咧就比較上高。咁第三咧就係恒大地產啦，2018年嘅債券啦，都係因為比較上高息啦。咁之後就係海航集團啦、來寶啦、和記黃埔啦、一隻嘅永續債啦、香港航空同埋最後都係來寶嘅。咁你見到其實我哋平台上最高成交量嘅8隻債券咧，除咗和記黃埔之外咧，其他都係比較上叫 high yield 嘅，係啦。咁和記黃埔當然佢個回報都比較上吸引啦，即係佢個收 coupon 都係6%，而個價都係大概維持喺101咁嘅水平。咁但係大家要留意翻啦，呢張債券咧其實嚟緊都有個 call 嘅，咁而佢 call 咧用翻100蚊去 call 翻。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就係如果真係投資落去的話咧，佢有機會一 call 翻的時候咧，你就可能個價格上面就會損失咗㗎啦。即係如果你用101買，佢2個月後或者幾個月後話 call 翻用100蚊，咁你個價上面就會蝕咗1-2蚊啦。咁嗱睇翻嗰個嘅貨幣方面咧，咁我哋平台上都有好多唔同貨幣嘅債券啦。咁你見到啦，其實最多人都係買翻美金債嘅。講緊86%咧，喺2016年咧嘅債券都係投資落去美金債，咁而有8%咧就係買人民幣債券啦，4%咧就係港元債券，2%咧就英鎊債券嘅。咁就英鎊嗰隻都係其實主要係渣打嗰隻㗎啦，即係渣打嘅英鎊債，即係之前個價就跌得比較低，咁而個回報相對吸引係啦，咁嗰隻就比較上都多人留意嘅。係啦，咁最後咧都俾大家睇翻一啲風險聲明啦，係啦，同埋一啲嘅免責聲明啦。嗱喺大家嘅左下角咧，應該都會有一個咧有個版嘅。咁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咧，
咁都可以喺嗰度就問翻，咁我就會即場解答翻大家嘅。係啦，咁有投資者就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咧，有一啲債券咧，即係無論一啲啱啱講和黃嗰隻嘅永續債又好，或者一啲內房債都好啦，其實嚟緊都會有個 call day 嘅，即係有啲可能3月、5月都有個 call day，咁仲值唔值得投資落去咧？嗱，其實我嘅睇法咧就真係好難講，點解咧？要睇翻個價，如果個價係高過嗰個嘅 call price 咧，即係個贖回價嘅話咧，咁大家就留意翻個風險啦。因為我都會覺得咧，其實 call 嘅機會咧都係會有喺度嘅，係啦。因為始終而家話就話美國加緊息係加息週期啦，但係成個利率環境咧都仲係好低息啊嘛。咁即係講緊其實佢係可以咧喺市場上面 call 翻嗰啲嘅債券，再喺市場上面咧用一個較低嘅融資成本去做一個融資嘅。咁即係譬如有個例子，即係講緊可能有隻債券，佢本身喺幾年前發行嘅時候係用12% 去發嘅，可能去到2019年就到期啦。咁佢17年就可能有第一個 call day 啦。咁就算佢用103、105 call 翻都好啦，佢都係會有機會 call 翻嘅。佢 call 完之後就可能會用唔係12%啦，當然用可能6% 或者5% 去發行新嘅債券。咁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慳到啲利息嘅開支。所以大家要睇翻個價啦。但係調轉嚟講，如果個價係講緊90蚊，或者冇咁誇張啦，即係講可能98蚊，咁但係個 call price 係103嘅，咁其實咁又搏唔過，又即係可以搏一搏喎，因為佢真係 call 翻的話咧，你個價格上面都會有增長噶嘛，即係你都賺到幾蚊噶嘛，所以真係買唔買落去，投唔投資落去，真係要睇埋個 call price 同埋佢而家個現價。係啦，咁有投資者就問到啦，即係一啲 comment on 嗰隻來寶集團同埋恒大啦。咁嗱，首先講恒大先啦，因為恒大都係我哋其中一隻咧比較上睇好嘅債券嚟嘅，係啦。我哋平台上面咧都會有個債券快線，咁我哋都擺咗恒大落去嘅，咁就係2019年嗰隻。咁當然我哋擺落去，其實我哋都有做一個review 啦，即係睇翻間公司同張債券嘅狀況啦。咁恒大我哋會相對有信心嘅原因咧，就係恒大大家都知啦，其實佢係內地比較上大規模嘅房地產商嚟嘅，即係講緊銷售額咧，佢都係數一數二㗎。2016年咧都係去到3000幾億人民幣嘅銷售額。咁當然啦，佢高息嘅原因就因為佢個 debt ratio 真係比較高，即係個負債比都比較重啲。咁但係我哋睇翻佢嗰個嘅營運模式咧，真係比較上進取嘅。即係你見到佢除咗搞房地產之外，亦都進軍唔同嘅行業，又搞水，又搞醫療，又搞教育，各方面都有。其實有好有唔好，有啲人會話佢不務正業，搞好多唔同嘅業務。但係咧，有一啲人亦都會覺得咧，其實佢咁樣做係可以分散到佢風險嘅，即係唔係淨係集中喺房地產一個嘅板塊上面，係啦。咁就所以我哋會覺得咧，其實佢個規模之大咧，個違約風險咧，相對比其他2、3線嘅內房嚟講咧，係會細好多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比較上睇好呢一張債券。咁而來寶嚟講咧，咁就我哋會覺得其實佢而家個價咧，即係都升咗好多啦。咁個投資價值當然冇之前咁高噶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其實都見到市場人士對佢係有翻個信心嘅，因為大家會知道其實之前好多啲唔好嘅消息啦，即係俾一啲叫做沽空機構寫過啲 report 就話佢嘅會計準則有問題啦。咁我哋平台上面都好多篇嘅文章都有提過來寶個發展同埋佢嗰個狀況。咁我哋都覺得呢間公司咧，即係會隨着嗰個嘅能源價格，尤其石油價格啦，各方面嘅商品價格喺增長嘅時候咧，對佢公司嘅盈利都係會有個幫助嘅。咁簡單嚟講，暫時個違約風險咧，亦都唔會相對好高。咁但係如果來寶嚟講咧，因為佢有一張就2020年啦，同埋一張2018啦。
咁當然佢嗰個年期長啲，個將個回報相對高啲嘅。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咧，始終佢都係個財政狀況嚟講比較上疲弱少少。我哋會覺得咧，短年期啲嘅債券咧，對投資者嘅保障係會比較上大啲。咁即係所以我哋都如果大家諗住考慮內部咧，我哋都會覺得咧18年嗰隻咧，可能個投資價值會相對高過2020年。係啦，咁有另一個投資者就問到話，2016年有冇將任何嘅債券下架咧？咁同埋點解咧？有嘅，咁其實上次嘅債券投資講座都有提過嘅。咁譬如有一隻叫伊斯拉嘅公司啦，咁我諗大家都未必對佢好熟悉嘅。咁就係嗰間公司其實都個狀況啊，即係個財政狀況比較上差。咁而個債券價格咧，好似跌到大概50蚊咁上下嘅水平嘅，咁基本上去到一個超高風險嘅地步㗎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而當然呢一張債券本身我哋都冇任何客戶持有啦，咁我哋都會覺得個風險嚟講都相對比較高，我哋都唔會建議任何投資者咧喺呢一刻投資落去嘅。咁所以咁嘅狀況之下咧，我哋就會將張債券咧就先行下架。咁其實我哋平台上所有嘅債券，我哋都係會做個盡職審查咧，先至擺上架嘅。咁我哋亦都會定期咁樣去叫做即係睇翻我哋平台上所有債券個狀況咧。譬如見到一啲債券可能擺上去嘅時候，叫正正常常冇乜特別嘅，但係可能過咗一段時間啦，因為其實始終經濟環境不斷變，公司嘅營運狀況不斷變，可能有啲特別嘅狀況令到佢間公司營運上有問題的話咧，我哋會覺得係對投資者有好大風險咧，我哋都會咧將佢下架，就唔建議投資者買落去嘅。有投資者問到話，我哋有冇去 regular 咁樣咧去即係visit？我諗佢呢個客戶問嘅意思就係有冇去睇到嗰啲公司啦，即係可能啲我哋比較上多投資者去投資落去嘅一啲 bond issue 啦，有冇去即係同佢哋嘅管理層或者各方面去睇翻？其實咧我哋暫時就未有嘅，即係冇，因為始終我哋就未係做到一隻嘅債券基金，即係如果譬如大家有買開債券基金，咁佢哋嘅基金經理或者佢哋分析員就真係可能佢哋要投資落去嘅時候咧，佢哋真係可能會做一啲咧公司探訪嘅，即係會揾翻一啲上市公司嘅管理層去問下佢哋嘅公司營運狀況啦，或者睇翻佢哋盤數啦。咁而我哋就未去到做呢一步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分析員咧係會出席嗰啲叫做發行人啦，佢哋嘅一啲研討會啦，或者叫一啲路演嘅，咁佢都會喺上面即係一啲 roadshow 啦，都會 update 翻咧佢哋公司最新嘅狀態。咁我哋有呢啲資料之後咧，其實都係會寫一啲嘅文章咧擺翻上我哋網上面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定期咧去睇翻呢啲公司嘅最新狀況。嗱，只不過我哋就冇特登去派一啲嘅同事去佢哋間公司度做一個探訪，咁呢一方面嘅暫時未有嘅。係啦，咁我諗個時間啊都差唔多啦。咁大家如果之後仲有問題的話咧，都唔緊要嘅，大家都可以咧 send email 咧，或者打翻上我哋嗰個嘅客戶服務熱線嗰度咧，去聯絡翻個同事，咁我哋都會有相關同事解答翻大家嘅疑問嘅。咁就今日就到此為止啦，多謝晒大家花時間出席先啦。咁我哋下個月都會有我哋嗰個投資網上投資講座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網上面嘅資料，再做翻個報名。咁啊，多謝大家出席啊，拜拜。